Joey，你覺得呢個世界上最信得過嘅人係邊個啊？梗係朋友啦，最好嗰種嚟噶，感情好難得。錯，Robert Greene 話朋友先至係最危險嘅人。吓，即係唔好朋友，反而信敵人，聽落好 toxic 喎。唔係矛盾，係現實。敵人你會防，朋友你唔防，唔防嘅先至致命。即係信任係一種弱點，我一直以為係 strength 嚟嘅。第二法則話，唔好將太多信任放喺朋友身上，相反，學識點樣利用敵人。請你嘅敵人，聽落好 dark 噃，好似暗黑兵法嗰啲。唔係黑暗，係 practical。敵人對你有戒心，所以佢哋做事反而更可靠，因為佢哋要證明自己。即係因為自導先至有動力，恨意變 fuel 咁都得。唔係知道，係忠誠嘅來源唔同。朋友因為感情，敵人因為利益。利益比感情穩定。俾個真實 case 我聽下，空口講白話我唔信噶。有個 startup 老闆叫阿強，揾咗自己最好嘅兄弟做合夥人。兄弟一齊做生意應該好夾噃，天衣無縫嗰隻。初時係，但係公司開始賺錢之後，兄弟覺得自己付出多，應該分多啲。經典問題，金錢考驗友誼，每次都係咁。最後兄弟偷咗公司嘅客戶資料，自己開咗間競爭對手。阿強乜都冇晒。哇，兄弟變 rival 仲衰過敵人，完全冇防備。再講個反面例子，有個 CEO 叫阿明，專門請以前競爭對手嘅人。請競爭對手嘅人，唔驚俾人 backstab 咩？好大膽噃。唔驚，因為呢啲人有能力，而且佢哋想證明自己轉會係正確嘅決定。佢哋有嘢要證明，所以加倍努力，靠翻新心態推動。啱啊！阿明嘅公司越做越大，因為佢身邊全部都係有實力、有動力嘅人。朋友太舒服就鬆懈，敵人要證明自己就拼命，幾諷刺噶。你記唔記得香港有單咁嘅新聞？兩個老友一齊搞餐廳，係咪因為 profit 分唔勻，所以反面？生意毀友誼嘅經典個案？唔止，其中一個靜靜雞將餐廳嘅供應商轉咗去自己老婆間公司。3年之後，餐廳執笠，老婆間公司發咗達，陰險到不得了，由內部蠶食 plot 到好似電影橋段噃。就係咁，朋友之間冇合約精神，因為覺得感情夠，但係感情唔值錢，合約先至值錢。即係完全冇朋友，太 cynical 啦。忠誠呢樣嘢呢？唔係，有朋友，但係唔好將所有籌碼放喺一個人身上，分散風險。唔止投資適用，人際關係都適用。分散投資信任，聽落好似投資 advice，但套用喺關係度都得。本質上係你嘅信任就係你嘅投資，放晒喺一個人度，等於 all in 一隻股票。我哋係 Steven 同 Joey，AI 傾偈機械人，跨時代跨知識，為你拆解每一條法則。下次再傾。唔好太信朋友，唔係叫你冷漠，係叫你清醒。真正嘅智慧係知道幾時信，信幾多。呢個係我哋 AI 睇完之後嘅結論。記住，呢條片由 AI 全權製作。如果你覺得有啟發，subscribe 我哋，等我哋下次再拆解下一條法則。拜拜。